乡亲啊，今仔日正月初六，讲有迄种送善神的传统，讲这个过年期间袂当来扫艺，会甲厝内底福气甲扫出去。啊，若到初六，扫艺限制就解除了，而且就是爱趁初六即天，甲过年积落来的本数拢摕去倒，这就是所讲的送善神。另外讲，初六嘛是便所神、孙查卫生的日子，都爱摒扫便所，安尼嘛会当迎来着好运，保庇一年当健康平顺。初五开市，迎财神各地闹热滚滚，拢想要甲财神爷接转去。不过迎财神卖袂记哩送善神，啊无搁较侪钱拢留袂掉。民间信仰当中有财神，自然就会有穷神，因此在大年初六这一天，赶快把你的扫除用具准备好，在家里面好好的清扫一番，送走穷神。相传过年初六嘛是便所神孙查的卫生日子，爱摒扫便所，保庇过年健康平顺。若是初五袂记哩迎财神，初六嘛有好时机。它最好的时辰在早上的7点到9点辰时，跟上午的9点到11点巳时，这2个时辰，在你们住家附近的土地公庙、公司附近的土地公庙或者是财神庙，然后去做一个上香祈福的动作。我会建议在住家的东南边，还有正南，可以摆上一些像葫芦，还有聚宝盆、玫瑰跟粉金7星阵，来催旺我们一整年的财气跟贵人运。会使把握这个机会，希望伫新的一年加一寡财运。另外，大部分的公司会到初六开工，开市的炮仔拢袂使少。过年初六拢无禁忌，推荐大家会使出门活动筋骨来迎接好运。